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6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技术局调查国内有史以来安非他命产量上济一间制毒工厂，伫南投埔里的工厂嘛查到300多公斤。高雄蚵仔寮渔港边一间公庙昨发生枪杀案，诈骗集团的成员想要乌食乌，嘛已经掠到3个未成年的嫌犯。台南有民众翕到大人和细汉囡仔坐伫奥多麦头前，佮互囡仔吹油门，警方讲会来处罚这大人嘛爱互吊扣驾照3个月。新闻车4来看，刑事局今仔宣布讲，掠到咱国内有史以来安非他命产量上济一间制毒工厂，甲一个势力的嫌犯的制毒集团哦，因伫北中南拢有点。分工是非常的有路，嘛非常的干巧。警方伫南投埔里的工厂嘛查到300多公斤的安非他命甲制毒的工具。警方得到消息，南投埔里这位民体内底有安非他命制毒工厂，专负武装展开行动。破门了后，当场逮捕4名制毒师傅，而且查到313.85公斤的安非他命、大批的制毒器具，也有一大批的原料，是台湾掠毒史上产量上大的制毒工厂。警方干那清点证物，就开一寡时间。15支4，好，我来。等一下，我贴标签。哦，15支4。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侦破李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分工精优，伫咧屏东废弃的厂房藏制毒工具，搁再以人头买中古车做交通工具，将制毒原料甲师傅送入去南投工厂，而且趁风台煤来制毒。警方专案小组看到时机成熟，同时间伫咧北中南3地展开行动，掠到李南顶高的人，逮捕工厂内吕男等4名制毒师傅。并且查扣安非他命成品，毛重约313.85公斤。安非他命的成品重量堪为国内缉毒史上最多的一案。警方强调，这批安非他命价值2.5亿，也未流入市面。另外，还有第4级毒品2溴4甲基苯丙酮71包，总重量69.62公斤。涉案的其中7个人由屏东地检署向法院声押核准。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高雄蚵仔寮渔港边一间公庙哦，昨发生枪杀案，现场是开10外枪，警方嘛掠到3个未成年的嫌犯。初步了解是诈骗集团分未平，有成员想要乌食乌，因怀疑讲其中一个姓林的查甫人想要甲车手摕到的260万吞掉，所以甲人bắt走，爱对方甲钱吐出来。这个姓林的嘛老朋友来救伊，一来就开枪，嘛造成3个人受伤哦。因为涉案的人佫真济，警方佫继续在抓人。破门了后，直接抓人，警方来到嫌犯所在的所在，把这2名未成年的嫌犯拢带走。连同另外一个叫人抓人的5成主嫌在内，3个人拢是未成年，拢是做诈骗。主嫌怀疑互掠走的年轻男子有可能要私吞260万，经过车手提领的款项，甲人为灵雅区的舞厅掠去有地缘关系的蚵仔寮渔港附近。年轻男子敲互朋友，伊的朋友一到公庙就直接来开枪，倒伫来帮5嫌斗骹手的2名男子，还有无辜的庙公拢着枪。引发纠纷的这260万呢？那跟我们初步了解呢，是他们过去共同在实施这个诈骗犯罪行为的时候，可能一些呢分赃不均。比对身份发现，这个诈骗集团早伫9月中就互警方抓到，主要拢是以假投资的方式来骗民众的钱。当时涉案的嫌犯拢未成年，陆续互裁定交保，说因为分赃分无好，倒伫这个街头的社会事件。双方都曾经呢涉及一些这个诈骗案件，那在我们侦审之后呢，有一些获得这个法院的交保，所以本案呢，我们专案小组会建请地检署向这个法院呢申请呢这个预防性羁押。警方初估16个人涉案，不过怀疑还有其他的人嘛牵涉在内。除了要继续掠伫在逃的嫌犯，还有对这枪支的来源，嘛要查这幕后的金主，而且检察官先甲嫌犯拢总成案。记者王刘婷、柯正俊共报道。国内一间汽车零件的公司6号机械传出讲派去中国的厂长伫宿舍死亡，家属是指控讲公司杀责任，要求讲爱还因一个公道。6号机械是表示讲厂长敢是因为工伤过身，中国的公安搁会调查，嘛强调讲公司应该负的责任绝对袂逃避。
国内汽车零件制造大厂六和机械中日本厂透早货车无用出货，16号派驻伫中国已经过身的53岁细市厂长家属早着回照，来到中日总厂控诉市厂长8月底伫宿舍过劳雄死亡，要求公司负一个公道。在大陆已经将近20年了。 突然就没了。他可以说是去那边开疆辟土的员工，我们也曾听他说，每天晚上都超过8、9点才下班，这到底是怎样？公司那么忙吗？六和机械回应表示，将对其厂长敢是工伤，中国公安由案的调查结果会伫11月底出来，除了5万的定期，公司也阁会另外传补，会阁予家属大约200万的赔偿。后手交予法律调查，对应该负的责任绝对袂逃避。大陆公安都已经有在判定，家属也有在申请，那我们就等他的一个判定出来。 这种东西大家就比较不会有争议嘛。许姓厂长出事的这个案件呢，我们后续也会尽快的邀请公司这边过来做调查跟说明。劳检处表示，过去4年针对六和机械30礼拜劳动检查中，违反职业法甲劳基法，无依规定发放加班费甲超时工作部分，拢总裁罚10礼拜。针对细市厂长宿舍雄死亡案件，也会请六和机械协助配合调查说明。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报道，网络顶头直接拢有一寡利用真出名的人做的投资广告。内政部定出相关的规定，要求讲平台业者伫接到检举24点钟内，就要落价，无就会当连续来处罚。对12万开始罚咯，一届上最当罚60万。 这穿蓝色衫的查甫人去银行，因那存款簿拢传好啊，要甲内面几落百万的现金拢总领出来。我们纯粹是佛心，我们要拦阻诈骗，是怕你儿子被骗。这位60几岁的查甫人想要领这么多现金，是因为伊还阁伫咧读大学的囡仔，伫网络顶识在一位投资老师，计算8日了，讲伊有骗财分。 做老爸本来想要摕280万互后司机投资加密货币，此为典型的假投资诈骗。那老翁却不相信自己受骗，说明近期诈骗的案例老翁才打消提领的念头。身躯顶扎着200万的现金，去约束的所在要交互车手，卖货的便衣警察看到人一来，随出掠，伊阁是一件投资的诈骗。 另外，这位科技业的查甫人开360万，伫咧网络顶买加密货币，闹甲厝内人无欢喜，阁想要开钱去进场。两个查某囝是赶紧报警，才无互伊的损失阁再扩大。而国内投资诈骗的情形，逐工拢有，怎么政府阁再出招，要打击诈骗犯罪？ 投资广告有它的急迫性，那这部分呢，我们明定了下架的时效，基本上是定24小时内就要下架。那如果说遇到一些时下议题的名人，像假设最近黄仁勋又来台湾了，那相关的议题的话，可能会有限定更短的时间内要下架。伫咧网络顶有诚侪假的投资广告，伫今年7月，尽管投资信托加顾问法修法增订，投资广告就要实名制。内政部又搁再增订相关的要点。 只要是平台业者接到检举，爱伫24点钟内下架，若是无刷走，自12万开始罚，即便会当累罚，上悬罚到60万。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有立委甲被害人指控一间心理成长的机构负责人甲讲师拢无心理师的资格，也毋过拢会开课收学生，收学费阁真贵，受害者损失的金额有上千万。 就来提手帮做无声的抗议，几多位被害人由立委陪同出面指控，有一间真有名的心理成长机构，伊负责人甲讲师拢无心理师的资格，所以鉴定心理学的名义，一咧开心理成长的课程。受害者他被老师要求，就是打电话给他全是性侵加害者，跟他说：“对不起，是我就是勾引了你。”上司就跟他讲：“没关系，那不然我们下次再约出来。”许多课程申请退费，却被强扣尚未使用的高额时数费，另外还要被克扣20%的手续费。被害人指控讲，因这间机构骗因押纳正悬的学费，初步估计受害金额有到上千万。因也指控讲，课程的内容涉及到性骚扰，甚至是性霸凌、集体霸凌，
也个临界侮辱，造成有真侪学员心理受到创伤。开始启动调查的作业，那我们后面就看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们一定会依法办理。收据或甚至有录音档，也可以一并再陆续的提供给我们卫生局，那以便我们在这个事件的厘清的过程有一些更具体的事证。对被害人的指控，卫生单位讲已经收到定情，目前正伫咧调查。不过记者打电话去这间机构时阵，电话一通就是互人切断。谢谢您，请稍后。立委要求卫福部等单位要赶紧查办这种违法的心理课程，也呼吁机构要出面道歉，赶紧赔偿，因也被受害人提出告诉。记者综合报道。海基会最近这几档正积极来举办中国台商投资台湾的考察。今年的中秋嘛伫金门办活动，也毋过风声讲有真侪台商拢接到中共台办的电话，要求讲因袂当来参加相关的活动。海基会今仔是表示讲，这场办伫金门的活动有真侪台商报名参加可能是安尼，所以嘛引起中国方面的注意。海基会嘛指出讲，中国的环境是愈来愈歹。北京当局应该要想办法改善，来保障台商的权益，唔能踏袂到就为难台商。海基会秘书长郭瑞正欢迎大家的超过100位台商。这是9月25、26海基会伫咧金门举办的第6台商投资台湾的考察活动。董事长李大为也亲自参加。不过这马团讲，伫事先中共台办系统有打电话予18位重量级的台商协会会长。讲袂用参加，台商担心中共会事后报复，敢听无听话企业，所以唔敢返来台湾。但是台积电常务副会长狄守令讲，无听过这件代志。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多人去了金门啊，所以也没有要求你们说不可以去参加海基会的一些投资活动。平常也没有，都没有了。这次海基会发声明讲，这边到金门办活动，报名的人数超过5期，所以引起大陆方面注意。希望大陆方面应该积极改善投资环境，促进两岸经济正常发展，唔当卡袂着就为难台商，对因家己也无好。但是并无否认这项传闻。中共想要组织台商会台，也互外界认为是不是介入台湾2024年大选的手段之一。把我们台商去到中国去投资以后把它当成禁卵。那当然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这个就是干预台湾的一个大选了。所谓的中共介入大选，每次反而是帮民进党选举，所以在这边民进党真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我倒是觉得不要轻忽台商的智慧。民进党立委也列出中共介入选举的各种手法，包括派强机构扰乱台湾，对台湾贸易比率的调查结束的日期，延到总统大选投票的前一天。所以提醒民众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21明年开始就要做一档的兵，国防部是捌强调讲，这阿兵哥主要拢互派去守备部队。也毋过有媒体今仔报道讲，因为骹手无够，有的阿兵哥嘛是有可能会互派去主战部队也毋过国防部是否认讲这毋是事实，嘛强调讲未来阿兵哥主要拢派去守备部队，除非讲是志愿选择到主战部队去服务。展开内政部疫情司望下112年分阶段4个月双臂兵役军事训练已经开始申请，到11月15号下晡5点为止，要予83到93年次读专科以上在学查甫学生，应利用休假提早完成兵役义务，毕业了后等就业或者是继续去读册。不过，根据113年度国防预算书显示，每年士官兵会减少5142人，传出三军主战兵力变现比不到8成。原本主要编伫守备部队的一年义务役，可能分发到主战部队。国防局势紧张就会有刚刚你讲的这种状况如果是稳定那这个义务役当然是做比较备用的部队嘛。紧急动员的时候，会把新退伍的职业军人，也就是志愿役，来编实动员，补足这个编线饼不足的部分所以并不会有说拿义务役役男去当主战部队，去补实所谓的志愿役的编制。明年1年期义务役役男是以分发本外岛以及中枢防卫等等类型的守备部队为主。那么役男可以按照民间的专长来参加遴选，或者是依他的志愿
选择到主战部队服役。学者苏浩宏分析，现代武器设备精密，讲求是操作细节，大部分需要长时间来训练。一年义务役不一定能负担，不过就算义务役被分发到战斗部队，也要看部队性质甲专业要求度。比如飞弹部队应该以志愿役为主。这个精密武器的操作，另外他们这些部队呢，可能随时24小时要维持战备的，记忆的这些专精度就会非常高，那可能就比较不适合由这个役期比较短的这个义务役来负责。前空军副司令张元廷表示，义务役可能会分发到作战部队，主要就是因为志愿役人数减少，因为台海局势紧张，加强国防时阵建议爱强化个人侵防加志愿役待遇。呼吁国防部爱较早规划应用义务役纳入战斗部队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以巴冲突扩大，市场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包括台湾股市甲全球的金融市场。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财委会就表示讲，金管会拢有在关心甲研究，也毋过嘛强调讲，伊对台股佮资本市场有信心。以巴战火继续扩大，加上欧美股市顶礼拜五落车，台股开盘走落了后，盘中一度大落将近160点，上加到16614点，搁一摆四手过线。面对以巴冲突，也互市场烦恼恐惊冲击全球的股市。这期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立法院以华尔街的名句 "Climbing the Wall of Worry" 来形容这卖局势，强调台股基本面强，有信心就能爬过这个壁。在某一段市场的发展的期间，虽然这个市场面对了很多不确定性跟负面的因素，可是投资人对于整个市场发展的趋势还是有信心的。黄天木认为，全球股市在过去这段期间拢展现韧性，台股有基本面，不只有半导体、AI 电子，台股有真侪稳健冠军。台湾出口为9月开始专正做正成长。经济发展甲成长会愈来愈好，另外网络约定销户转销真紧，诈骗集团用真紧骗走数亿。黄天木指出，目前银行局已经在研究事前、事中、事后的防范措施。我们的整个金管会只有针对可疑账户来进行来做一些管制。可是呢，问题我们常常看到约定账户成为一个诈骗的常见的手法。这个部分，其实过去这段时间，我们也受到其他检调单位的反映，所以这部分我们就要再处理。金管会银行局表示，目前银行公会已经制定新版的网银约定转销规定，包含客户是不是适合设定约定转销、年岁较大的人设约定转销户的限额等。按算下礼拜会个开会讨论，上紧11月底进前公布新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战争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强声讲要甲哈马斯组织消灭。目前以色列的军队嘛准备要拍入去加沙。哈马斯嘛表示讲，因伫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20粒的火箭弹，嘛造成以色列军营有死伤。以色列报复空袭死亡人数千悬，加沙真下街路情势咧恶化，路边将遗体运送病院太平间实在伤过危险。文化部也不满，所以利用冰淇淋车的冷藏设备来应付。ثلاجات الموتى الموجودة في المستشفى لا تكفي لاستيعاب 10 جثث فقط. ثلاجات آيس كريم نضع فيها جثث الموتى. جثث هائلة مقدسة داخل هذه الثلاجات.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上说要摧毁哈马斯，咧准备前进破碎加沙。另外，高升在加沙经济为136人增加超过150人。进前特拉维夫当局后会的200多万加沙人现时撤离，目前已经有数十万人离开。哈马斯爱大家卖插这项政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在中东访问，想要防止冲突升级。伊想要救回经济，阿拉伯领导人则强调保护加沙百姓必要。ورد الفعل اللي موجود اتحسب انه يتجاوز رد الفعل حق الدفاع عن النفس من جانب اسرائيل ويتحول الى عقاب جماعي لقطاع غزه اللي فيه 2.3 مليون فلسطيني. 超过哈马斯的卡普总团体卡萨姆旅表示，为黎巴嫩向以色列2个基点发射20粒火箭弹。黎巴嫩真主党民兵讲，向以色列北部甲黎巴嫩南部附近一个叫做哈尼台军营发射飞弹，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表示咧对黎巴嫩报复性攻击。联合国维和部队讲，家己伫黎巴嫩南部的总部互一粒火箭弹拍到，
同时支持哈马斯甲真主党的伊朗警告以色列，若继续攻击巴勒斯坦人情势会升级，佮强调到迄人未结外挂。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以巴冲突继续扩大哦，各国拢赶紧撤离伫以色列的国民，其中南韩政府派出军机，加160外国民再回国，佮先煞载51个日本公民，甲6个新加坡的公民。日本政府虽然嘛有安排撤侨的专机哦，也毋过得爱先付6500块的台票，嘛干那飞到杜拜尔，互日本的侨胞哦是真怨叹。泰国空军的撤侨专机16早起降落伫曼谷机场，在相信接回140个泰国公民为以色列回国。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已经超过20个泰国公民伫当地死亡，死亡人数敢若排伫美国后边。泰国总理赛塔强调，泰国无参加战争，毋过有3万个泰国公民伫当地咧工作，有6000人想要返来，以每天200人的速度，至少1个月将完成撤离行动。南韩的军机则是暗时降落伫首尔附近的下南市机场，机场顺利为以色列载登来163个南韩公民。 약간 감옥살이 같이 있었다고 해야 하나요? 그래서 있다가 도저히 안 될 것 같아서 저희도 이제 나갈 방법을 찾고 있던 중에 이렇게 나오게 됐습니다. 除了免费撤回南韩公民以外，这只南韩的撤侨军机顶悬搁载登来51岁日本公民甲6个新加坡公民。由日本政府所安排撤侨专机，不止国民登机进前要先付3万1票，核心台票6500，而且抑阁无法度直飞回国，只飞到杜拜，引起撤侨无能的批评。目前抑阁差不多1000个日本公民伫以色列，中国对以色列撤侨迟迟无做出安排，也引起真大民怨。 另外，西方国家15早起，244个阿根廷民众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回国，真侪民众甲亲人拦住回口，也有825个阿根廷公民也陆续撤离。德国空军过去这个周末顺利撤回160个滞留伫以色列国民。这是为10月7日冲突爆发了后，德国已经成功撤离2800个公民。 加拿大甲美国也陆续将国民成功撤离回国，一架为以色列回国的撤侨专机，15暗时降落伫佛州的坦帕机场。参选自控制署总统大会州长德桑提斯亲身去接机。美国为16开始，也要安排专车为以色列海法港将当地国民撤离到塞浦路斯。公视新闻警员评评价。 阿富汗西北部的都市赫拉特哦，昨个再发生规模6.3的地震，嘛是1礼拜来的第3届地震，造成2个人不幸死亡。这个所在之前的2届地震哦，嘛已经造成上千人死亡。 西北部城市赫拉特几位居民伫规片废墟中徘徊，有人想要伫已经超过家己半个身悬的砖仔厝下中卧，也毋过亲像无路用。这15个发生地震规模6.3震央位置，赫拉特西北30公里的所在，阁有真侪摆强烈的地震尾，也是1礼拜来第3摆。无国界医师组织估计这摆伤亡人数较少，进前已经有真侪百姓因为伤过检毋敢回去。 ما بودیم بازیگر فوقا بودیم با خیلی ما بودیم من چند تا که بودم اینا متصل برفتم با داخل خونه اگه ایزون به چیزی بیارم که یک چهارماه جمع کنم زنزله بیامد 自2021年起，掌权的塔利班表示，赫拉特西北部农村受损严重，超过1000人罹难。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是有挖1400个死。Some entirely flattened. Those who have survived have lost everything. They are left with no shelter or food. 这个感觉毁损较真严重，因为有倒去的危险。官员表示，已经释放超过528名犯人，大部分拢是伫要服刑期满，阁有解雇自身的受刑人。所来天气就要变冷，居民除了心内乌影，也会想办法伫无确定性中度过寒冬。公视新闻吴伟玲编译。 过来消息来看，中央气象署指出，讲未来1礼拜会受到2波的东北季风影响哦。拜二进前水汽较济，会较凉冷，也毋过哦，拜3开始天气又会变甲真热热。拜5开始东北季风又搁增强哦，所以北部的温度会降1度到2度。气象署嘛提醒民众，最近哦早暗的温差拢真大，所以得爱特别注意。
东北季风增强，这2日已经会当感觉天气有较凉。8日透早气象署嘛伫苗栗的头屋山湾测到18.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上低温。这礼拜的天气主要受2阵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较秋晴，中南部虽然较无受影响，不过早暗温差较大。今天、明天比较特别，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南边的水汽、一些云系飘过来，所以南边这边中部的偏山区、南部平地，偶尔就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现象。那在周3、周4这2天呢，随着东北季风的减弱，降雨的情形，东半部地区是稍微有一些缓和，中南部地区的这种降雨集中在山区，是这种午后的局部降雨形式。拜3、拜4，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北部、东部高温会有28至29度，中南部30至31度，也那各地低温大约是21至24度。按半个开始到礼拜，东北季风会个转强，北台湾气温会略降至2度。桃园以北、东部和北部山区会落地渐雨，也那中南部是这份好天，但是过道山区会落阵雨。那东北季风的影响仅止于比较靠近北台湾这边的高温会有一些稍降的情形，中南部是以日夜温差偏大的形式持续一整周。那下雨的地方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在后面的时间其实是云量相对的多，周5之后的水汽稍微的增加。那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关注一下可能北台湾的天气变化呢，感觉是稍微的转湿，稍微的转凉。气象署嘛提醒讲，这礼拜因为东北季风有转弱佮增强的情形，温度变化较大，民众早暗出门也要加套衫。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秋天咯，东北风真强哦，风力发电量嘛有成长。台电是表示讲，这个月初7到14连续8天哦，风力发电量有到150万千瓦，差不多是一台半的台中电厂机组的发电量。秋冬季节，毋那是天气转凉，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带动风力发电发挥。根据台电统计，这个月连续8天，风力发电相关发电量拢突破150万千瓦，而且规工稳定出力超过80万千瓦。除了伫秋冬空污季提供清洁能源，也会当满足用电需求。整个风季它未来就变成是我们在应付那个空污季，它其实是能够满足我们整个用电的需求，而且它能够去替代原来的燃煤的那个发电量。以台电提供的资料来看，统计到今年8月，风力发电累计总体用量达到245.5万千瓦，是去年同期的2倍较低。对比2016年7月67.1万千瓦，成长3倍多，就算是进前拄到风台来袭，有关风机的扩大效果，拢也是会当正常运转，无受到损害。只是专家提醒，风力毋那是买电成本悬，也阁有冷碰性的发电特性，也就是秋冬发电量悬，热天发电量低，拢爱纳入用电风险考量。为了解决它的间歇性，我们必须要去布置一些这种快速起降的机组。那目前台湾主要的快速起降机组，除了抽蓄式水力就是天然气，那抽蓄式水力目前在台湾大部分的容量都已经被搭配在太阳光电上面，所以其实抽蓄式水力在台湾能够去未来如果离岸风电有什么变化，能救的几率是很小的。目前国内风力发电分做陆域风电甲离岸风电，也不过离岸风电因为建立伫海上，爱靠海底电缆传输电力，安怎维持离岸风电稳定供电，也是考验之一。才会当互风力发电成做稳定供电的帮手。记者综合报道。婚林只有好买，有一个火葬场，民众是真怨叹讲哦，拢爱排队爱等。婚林县政府拍算要来修改殡葬管理自治条例，放任殡仪馆甲学校、幼儿园、病院的距离。也毋过哦，一寡无共党派议员拢表示反对。民政处是强调讲，尊重县议会意见，会修正条例，佮再送议会审查。婚林县专案刚好一个火葬场，多年以来面临民众设施不足的问题，包括灵堂、个别小场地使用，拢需要提早来排队。为了增加相关的空间和设备，文管府拟修改殡葬管理自治条例，希望会当因应民众需求使用。有烧啊济啦，啊，即马有讲意思讲袂使烧啊济啊。那应该是可以吧？怎么说？就如果位置不够，就多一点。文管府拟定修改殡葬管理自治条例，将原本距离学校、病院和幼稚园300公尺的周界放宽到200公尺。村口也是制造爆炸物和其他易燃气体和油料场场所，每500公尺放宽到250公尺，引起各党的议员反对。
那这一部分当然家长或者是我们民意机关会有疑虑，就是说这样子的距离会干扰学习，让孩子在学校的这个受教可能会有某一些部分的影响。现在加油站到处林立嘛，那可能是对整个相关要设置的业者，可能他的土地紧邻到这些法规的牵制，不得来申请。对此，环府民政处表示，尊重真侪议员意见指教，已经先抽回提案再来研议。民政处会虚心的接受。那我们当场也跟议会提出抽回那这个案目前已经抽回了，那后续我们会做续进的检讨改进。民政处表示，本县内因为当年民众设备不足，经过民众和业者反映，国加上近期定期会有议员提出，这届民政处再提出修正案，目前提会后会重新来修正，搁提请议会审议，继续用委报道。代替宣布讲，最近会重新来检讨车厝甲车帮的时间。伫东部干线，因为有新买 EMU3000列车座位的数量较济，所以未来会来取代普悠玛甲德鲁古号。为解决东部干线一票难求的问题，代替豆豆将普悠玛泰鲁高号换成做 EMU3000型列车。每一列车应提供538位，比普悠玛或者是泰鲁高拢只有372个位，应加收份160人的乘客。未来 EMU3000会加做东部干线主力定点服务列车。EMU3000已经到了38组了我们已经运用在东部的部分已经达到25组。那未来这个泰鲁格以及普悠玛还会比较离峰的时段会继续在我们的东线上来运作。普悠玛甲泰鲁格未来会导入西部干线中长程、甲中间站停较少的类直达车营运模式，所解具体伫中部以北的疏运压力。不过，说意外伫网络引起批评，认为将过去访港来台湾的普悠玛甲泰鲁格调离东部干线，是不是将东部民众看作是二等公民呢？比较喜欢搭普悠玛，它整个速度比较快，OK， 然后时间比较短，然后再就是它的车内环境比较舒服。这样就退回原来的样子，速度变慢了，让我们非常不便民。纯粹是在我们营运上面的安排的考量。那未来普悠玛泰鲁格还是会，比如说从台中到花莲，或是从彰化到台东，还是会跑东部。交通部强调，普悠玛甲泰鲁格并非专门退出东部干线，是调度营运路线。另外 ，EMU3000新车被批评是椅仔无够舒适，甲充电装置无顺手，甲杯仔架伤过欠债问题，会要求代替局爱检讨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真侪 Me Too 运动，嘛显示讲咱台湾社会性别平等的意识无够的问题有民间团体就呼吁各重视，应该就是性教育，除了卫生教育、性别甲感情各方面拢应该爱有相关的教材。教育部嘛表示讲，已经针对中间学校性教育发展，准备要定教学指引代表甲担心甲性别切掉。教育团体甲老师也个学生的代表，最近呼吁各中小学的性教育，唔通只干那做一半，也要重视老师伫咧第一线教学时阵，上课时数甲教学的内容拢无够的困境。有每间大声的小学的老师，也会面对着来自学生家长的压力。很多老师可能还是碍于一些学科的考试的压力，所以会把健康课呢拿来上主要的学科。以苗栗的学生来讲呢，他们每周上到1节课呢，不达60%。若是老师无性别甲灵魂的观点，就算是上课，也只干那注重伫咧心理卫教的知识，无法度互学生更加侪性别甲多元性别的内容甲看法。教育团体认为，政府提供给老师的资源是无够，有将近40%的国小老师，他在师培阶段跟在职进修阶段，从来都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训练。今年流行的 Me Too 运动，自性骚扰甚至是性侵，看出台湾社会性平意识的无够。教育部伫咧最近第一遍举办教师线顶精灵课程，并且自8月开始要设有线校园，提供多元的生理用品的计划，必办美食特点。希望对各方面来做回做。国教署也有委托师大性平研究所邀请相关的学者来发展中等学校性教育发展的教学指引来供
高中以下的学校作为在地实践的前导。不过，立委范云希望教育部所设的内容唔当是形式而已，并且要求各校园针对全国的儿童少年性教育做全面系统性的调查，和政府会当提出具体政策方针加资源。记者综合报道。4年前，台湾提出亚洲头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法案，也毋过目前统计有签伊的医疗决定意愿书的只有62000个人，同意安宁照顾的是无到4万人哦。健保署宣布讲，伊的医疗的咨询费上计明年会纳入健保。头一波的对象是癌症末期的病人、严重的失智者等11类公告的罕见疾病，一个人大约会当省3000块。为着确保人生最后一里路会当自主决定，敢是放弃插管、气切、电击等急救方式，民众会当透过病院邀请一位离亲等家属参与有力医疗咨询，叫做 ACP。也毋过咨询需要自费3000外块左右，造成民众张堵。也毋过未来这项咨询自费项目，有希望由健保来给付。病人都有自主的权利吧？要不要电击？要不要切？那这些费用如果是小部分的费用，那个健保能给付，这都是好事。至少是在病人就是还有意识的时候，可以为自己生命的终点做决定。台湾2019年制定亚洲第一部病人自主权利法。也毋过，根据卫福部统计，4年来签署有力医疗决定意愿书只有6.2万人，同意安宁意愿是3.9万人。为着维护每一位末期病人得到有尊严的照护，健保署发布会优先以末期病人、严重失智、甲渐冻症等11类公告罕病适用范围纳入健保支付 ACP 对象，每一个人1生含1摆。签署了这个 ACP， 而且经过2个专科医师判定可以执行的情况，可以让病人走得有尊严的同时，也是可以减少所谓无效医疗的执行。末期病人这个是大概会是最需要，那么跟健保的服务、医疗的服务也比较有关联性。这中量强调，另外也会强化居家安宁。调管相关给付，也会将居家失能个案、家庭医师照顾方案纳入安宁疗护，对沟通病人有力医疗决定有帮助。另外，有偌济人受益甲债务冲击，需要等待明年健保总额协定结果来定，相信明年会当上路。记者综合报道。继强10档的第10天的台中爵士的音乐节哦，这个月13开始，也毋过逐天的暗时哦，音乐节结束的时，现场拢有真侪本色。市政府是强调讲，除了会加强来摒扫甲分类，嘛呼吁民众哦，要离开的时，都毋通甲本色留伫现场。台顶的表演当咧进行，大家听众听甲真入迷。除了野餐，搁了食一个，也毋过看这场所4颗位啊，拢是留落来的本色，也搁有啉煞的酒干啊。这款的情景就出现伫台中的 Jazz 音乐节。啤酒啦，乱丢啊！我们来就是都要捡就很多就对了啦。有的都会乱丢啊，丢的话我们都要拿出来分类啊。清洁人员讲，为着赶伫拜一上班进前，赶紧恢复环境，透早4点就开始来摒扫。因为10月15是假日，参加活动的人较侪，粪扫也别量，一直到今仔日早起10点才清理好势。10天的台中 Jazz 音乐节，对这个月13开始，逐天拢有活动。毋过民众嘛烦恼会带来真侪粪扫。如果很麻烦，就带回家丢。自己带回去啊。为什么？就不能乱丢啊。市府表示，目前伫个中地4颗位啊，规划4个大型的收粪扫的地点，除了加派人来进行分类，也会加强清运作业。当天的垃圾，我们当天晚上就会上垃圾车跟资源回收车把它清运走，不会留在这边有一个垃圾过夜的情况。环保局现场就会有派驻2台资源回收车跟垃圾车在现场，所以他们只要一打包完，我们就会直接上车。那不够的话，我们会再调度车辆过来做一个支援。市府表示，今仔日开始到10月2日，逐天暗时主舞台拢有活动。除了较接来收粪扫，也提醒民众粪扫唔通等涂骹。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国溪桂林社区哦，加种真侪地叶，为了要推广社区设计出对满地、做地米、到林地真完整的体验课程，要互来遮佚佗的民众哦，会当对台湾地有愈较深的认识。
民众欢喜来满茶。虽然天气有淡薄仔小热，不过因为真罕有机会会当亲身来满茶，所以因感觉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有去茶园里面采茶，蛮好玩的，只是蛮辛苦的。辛苦的点在哪里？就一边采茶的时候会有蚊子啊，然后非常的热。高溪桂林除了特殊有名，这茶米品质也介好。为了推广桂林茶文化，社区请在地经营4代茶行，带游客到茶园内底体验要安怎满茶。采茶部分、晒茶的部分，还有室内萎凋，还有整个乌龙茶的制成的部分，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台湾人的骄傲，不能让它就是失传，还是说让它消失不见。一般的制茶好像喝起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并不容易。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其中的辛苦，采了这么久才采了几两的茶叶。满茶了，还有社区特别传的茶米创意料理会当吃，对满茶做茶到啉茶，甚至会当吃茶。这个完整的流程，希望让民众加一个带囡仔耍的选择以外，也会当对台湾茶有更较深的认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东港的大潭国小有一节艺术教人文的课程，有学生开始设计，伫老师的指导，做出各种无同款的竹仔台哦。校长是讲，课程的设计就是希望讲，让学生囡仔来体验时代适合捌算过的物件。望讲哦，囡仔算了趣味，莫直接要看手机啊。我觉得弹珠台感觉很有想象力，很有才艺。弹珠台很好玩，可以动动脑，也可以拿到奖品。珠仔放入去珠仔台，用布棒背一个，珠仔开始伫珠仔台内底走。边仔学生囡仔紧张看珠仔到底会落伫倒位，规个教室是热热滚滚。这是屏东东港的大潭国小，这节特殊的艺术甲人文课程，引带学生来做古早的佚佗物，这学生拢算甲真投入。那我们利用艺术理论的课程，让老师带领学生制作以前小时候的图案弹珠台，然后让全校的师生来体验弹珠台，体验小时候我们同样的乐趣。弹珠台，它是要给学生呢，不要常常在3级电台的那个打手机这样，所以要让他们体会到说，就是小时候我们做弹珠台，然后玩弹珠台的那一个情景，跟长辈可以做一个连结。互囡仔体验古早的佚佗物仔，知影时代无手机啊通算的时代，拢伫算啥？目前做好的珠仔台会放伫咧校园内底，互老师甲学生下课时间通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联合国统计，建筑业排放的温室气体是占全球特当的排放总量3成8哦。今年世界建筑展的焦点就是减少碳排的建材，望讲会当来减轻建筑物对环境造成的负担。用插座的光线、焊拔空气力，搁再到重复使用的塑胶，抑个硫化，甚至是滚石特定材质，拢出现伫今年丹麦哥本哈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因拢有可能成做未来建筑业的永续建材，大幅度减轻现有建材对地球气候环境的压力。We are facing quite a lot of challenges, and architecture has one of the biggest carbon footprints. So not architecture itself, but the way how we build our environments. 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作为世界建筑首都的城市，也介绍真侪永续建材，其中包括高品质废弃的医疗级塑胶、未精片废弃物所做的床啊。传统的硫化也个过去无可能做做建材滚尸体。Seeing it is a natural material, it's grown naturally. It is a degradable and reusable material. 哥本哈根为这边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也特别示范安怎利用回收的砖仔架，也个无共材质调配砖仔架，修理圆门，也个亮灯啊。The small one is the traditional solid brick. And we can only get as far as that size because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se 3 arches is that they have the same CO2 footprint, but they are different in size. So that is depicting how much more you can build if you build more clever.
根据联合国统计，建筑加营建部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占全世界38%，其中74%加能源使用有关系，26%来自建材，抑个营造阶段的碳排放。因为空气里是建筑物碳排放的上大来源。The building industry is really a villain when it comes to emissions, but it's also where the problem can be solved. So it's actually the architecture business is owning the solution. 联合国是希望在2050年之前达到建材零碳排的目标，这是需要所有产业的创新来改善营建业直接加间接的碳排放。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再来看中亚的吉尔吉斯高城的所在哦，拢伫海拔1500公尺以上，当地是有一个砖头，因为风景真水哦，一当拢成上万的人去观光，嘛制作真侪本色。最近，特地环保团体协助要来遮打造一个永续发展的观光地区，所以对本色的资源回收开始做，咱做伙来了解。有中亚山谷之称的吉尔吉斯，全国平均高度是海拔2700公尺，90%以上的领土拢伫海拔7500公尺以上。啊，不过因为气候变迁，臭氧层受到破坏者影响，环境萎靡恶化。在东北部山区的村头吉尔加兰，希望将这打造成做永续发展的观光地。Анан бул таштандыларды негизи жыйнайбыз. Анан ошону кайра иштетүү бизге өтө оор болуп жүргөн. Мен айым ошо кайра иштетүү бизге келди. Бул эң жакшы. 当地官员甲环保人士为定点本色分类场加彩，对这整个来讲是大代志。分类项目有塑胶管啊、玻璃甲金属罐头。带伫整个来230个家户甲游客，即马拢已将本色编入单独的本色桶内底。Основная мы запустили, с основной уже почти на полную мощность вышли мы 2 месяца назад. 吉尔加兰交通部方面，离首都必须开垦有450公里远。第20年代，科欧土团创造经济价值，一直到1991年，吉尔吉斯为原苏联独立了后，矿山也关起来，真侪人都安尼失业离开。啊，不过伊的风景真水，热天有人来遮观光野餐，冬天来遮出世。当地人讲，2022年到6000到8000个外国游客。啊，不过算留真侪本事伫遮。自从计划启动了后，店头也开始关心废弃物回收的经济。Такие отходы, как пластик, стекло, бумага, жестянка и другие, уже давно не являются мусором,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вторичным сырьем, которые у нас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уже очень востребованы теми переработчиками, которые занимаются их переработкой. 有名伊塞克湖也是饱受污染之苦的热门旅游地点。观光客将塑胶管啊、装沙啊，搁撇到湖内底，互环保人员集派清除这本数。长水队透过联合国环境署、非政府组织甲政府部门的合作，伫9年时间内底已经清除差不多70吨的本数。公司新闻新竹配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
见。